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大甲妈的消息。大甲妈绕境进香已经到嘉义新港洪天宫举行这个妈祖接受大典以后，乡亲是总动员，大家真热情的接待所有的信众。敢若提供点心的所在就50位，超过10万名的信众跪拜妈祖。大甲妈伫新港停留2天1夜以后呢，昨暝暗时11:05起驾回銮。这个洪天宫内外拢是信众，大家收正要望这个神像。三尊妈祖就伫所有信众慢慢撒的情形之下，撒出洪天宫送上乱叫。妈祖先准备旁观观，每一个信众拢想要摸一个。大呢妈祖神尊和信众慢慢送，陆续将三尊妈祖的神像送出大殿外口。最后妈祖被请上轿，准备回銮啊。天南宫董事长颜清飘、嘉义县长王忠良、洪天宫董事长何达宏共同呼叫。洪天宫内外拢是信众，拢是来恭送大甲妈回銮。大甲妈9天8暝绕境活动重点暂时到嘉义新港洪天宫。新港的乡亲总动员，有设50个提供点心的所在，学校甲人家厝等等，拢是热情招待。早起隆重举行妈祖接受大典，超过10万名信众虔诚跪拜。新港停留2天1暝，暗时11:05起驾回銮。大甲妈绕境每一年拢有无数的信众陪同，沿途热心的民众准备粮食，提供大个所在，让大家见证到妈祖的信仰，伫台湾宗教文化的力量。